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仔日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呢，是江蕙的歌曲《无情人，请你离开》。这首歌作词是曹丽娟，作曲是陈小霞。这是一个 C 大调的歌曲，一个小节有4拍速度呢是1分钟有65拍。来，我们把节奏器打开，1、2、3、4，慢慢的唱来，第一个音是咪啦来，啥人？来，我们1、2、3、4，咪瑞咪哆咪哆嗦啦，2停。拉嗦瑞咪咪瑞，咪咪瑞哆瑞，哆瑞嗦咪，嗦咪瑞，咪瑞咪，哆咪哆嗦啦，2停。拉嗦瑞咪咪瑞，咪咪瑞哆瑞，哆瑞嗦咪瑞。来，我们唱歌词。啥人不捌做面梦，2停。只是天光了后，较水的梦也会醒。再一次，啥人不捌做面梦，2停。只是天光了后，较水的梦也会醒。好，接下来咪瑞咪哆咪哆哆啦，跟前面有点像拉嗦瑞哆瑞哆啦，瑞啦啦瑞瑞瑞嗦咪瑞咪瑞，瑞嗦瑞。瑞嗦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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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半拍瑞啦啦瑞瑞瑞嗦瑞咪瑞瑞瑞嗦瑞咪瑞瑞瑞啦啦瑞瑞瑞嗦瑞咪瑞瑞，这个是很快虽然每个字都要念清楚，但是请要轻轻的，因为太重会来不及时间太短会来不及。来，我们从这里来拿西拉嗦瑞哆瑞哆啦，瑞啦啦瑞瑞瑞嗦瑞咪瑞瑞，那是甘愿看破来，我们看这里，只是天光了后，较水的梦也会醒过来呢。啥人不捌有痴情，2停。若是甘愿看破，较水较疼的心也会麻痹。好，来，从这里啥人再来一次了啥人不捌有痴情，2停。若是甘愿看破，较疼的心也会麻痹，也会麻痹较疼的心也会麻痹。唱到这，跟大家报告，主歌就唱完了，后面这个开始就是副歌。来，我们把主歌连起来，然后再来唱副歌。来，从头1、2、3、4，啥人不捌做面梦，2停。若是只是天光以后，较水的梦也会醒。啥人不捌有痴情，2停。若是甘愿看破，较疼的心也会麻痹。好，再来一次，来，啥人就来，1、2、3、4。啥人不捌做面梦，2停。只是天光了后，较水的梦也会醒。啥人不捌有痴情，2停。若是甘愿看破，较疼的心也会麻痹。再来的来，哆瑞咪瑞咪哆哆哆啦，2、3，咪嗦啦，2
啦啦嗦咪嗦2 3，再来一次来，1 2 3，哆来咪来咪哆哆哆啦2，停，咪嗦啦2，啦啦嗦咪嗦2 3，好，来我们唱歌词啊。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来，同学跟大家报告，这个人跟这个人哦，都有加了装饰音，请务必要把装饰音唱出来，才会变成无情人，无情人，无情人。咱用念的嘛是念无情人，所以唱嘛是无情人，请一定要做这个装饰音。来，从这里啊，无情人，停，无情人，请你离开。啦嗦咪瑞哆嗦啦，啦啦嗦咪咪啦西西啦。哎，我们从这里。啦嗦咪瑞哆嗦啦，啦啦咪嗦咪咪啦西西啦，哎，再来一次来，啦嗦咪瑞哆嗦啦，停，啦啦嗦咪咪啦西西啦，这个水呢前面西啦很短啊。迄粒暖气的石头，石头一石头，一石头一长就短哈，来重下。迄粒暖气的石头，扬大起的海水，搁一摆来。迄粒暖气的石头，扬大起的海水，瑞瑞瑞瑞瑞哆，瑞嗦咪瑞2 3，瑞瑞瑞瑞哆，瑞嗦咪瑞2 3。请你拢总摕转去，请你拢总摕转去。好，来，我们从这里无情人来，哎，从这里好了，来。啊，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2 3。迄粒暖气的石头，扬大起的海水，请你拢总摕转去2 3。接下去来。哆来咪来咪哆哆哆啦2 3，咪嗦啦啦啦嗦咪嗦2 3，跟大家报告啊，这两句呢跟前面呢哈完全一样，跟这里无情人无情人完全一样哈，所以我们就跳过重复的练习，直接唱。啊，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刚刚唱第一遍的时候啊，这边的时候老师提过哈，这个人跟这个人哈，一定要唱装饰音，有没有哈？再来一次，1 2 3。啊，无情人2停，无情人，请你离开。啦嗦咪瑞瑞哆嗦啦，啦嗦咪瑞哆嗦啦。哎，刚刚那个这个哆这个九头有附点啊，这里呢回瑞啊没有附点哈。啦嗦咪瑞哆嗦啦，迄张变色的花蕊，迄张变色的花蕊，啦啦嗦咪咪啦西西啦，啦啦嗦咪咪啦西西啦。迄卡长去的手指，迄卡长去的手指，
这个呢也是跟上面一样，只是歌词不一样。好，来，我们从这里来。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迄张变色的花蕊，迄较长去的手指。好，来，再来一次，来，从这里来，1、2、3。无情人耳听，无情人，请你离开。迄张变色的花蕊，迄较长去的手指。哎，接下去，啦啦啦啦嗦。瑞咪瑞瑞咪瑞哆哆，瑞瑞咪瑞哆哆，哎，请你拢总提转去之类的呢，就跟上面不一样哦。啦啦啦啦嗦，瑞咪瑞哆哆，请你拢总提转去，请你拢总提转去。我们从这里来，1、2、3。迄张变色的花蕊，迄较长去的手指，请你拢总提转去。这里还有一个半拍的顿啊，所以呢，请大家在这里加一个提转去，哎，这样就不会抢拍了，对不对？好，我们把副歌连起来唱一遍。来，先跟大家检视一下哈，这首歌整个的流程哈。这首歌呢，我们从头唱到哪里？哎呀，岳云老师的谱少了一个反复记号的终点啊，这里是起点，对不对？从头开始唱啊，声人把嘴面忙，一直唱到哪里？请你拢总提转去。马上，声人捌做面梦，只是天光了后，较水的梦也会醒。声人捌有痴情。若是甘愿看破，较疼的心也会麻痹。无情人耳听，无情人，请你离开。迄粒烂去的石头，扬大去的海水，请你拢总提转去。无情人耳散，无情人，请你离开。迄张变色的花蕊，迄较长去的手指，请你拢总提转去。好，再来就间奏。间奏之后呢，还有半边要唱，半边是啥？夹啦，副歌啦，无情人继续搁唱啦吼，唱到倒呢，迄张变色的花蕊，迄较长去的手指，请你拢总提转去。所以呢，这首歌总共唱了2遍半。第一遍从头唱到尾，马上又从头唱到尾，然后间奏了完了以后呢，又唱副歌这样2遍半，这首歌就唱完了。好，这首无情人请你离开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你喜欢岳云介绍给大家的歌曲吗？如果您喜欢，欢迎到 YouTube 来按赞这个分享并打开铃铛
来订阅，欢迎大家